呢個運動咧係去改善嗰個咧肩胛骨突出，同埋可以強化咧嗰個嘅前腳肌嘅。咁點做咧？咁我哋咧坐喺度先 ，OK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就坐直個人少少啦嚇，咁樣手要伸直嘅。之後咧，我哋咧就要向前個頭耷低做伸展，然後就數1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放鬆。好啦，再做第二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放鬆。嗱，盡量真係推出去嘅。好啦，第三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放鬆，就係咁啦。咁另外一個 version 你可以做咧，就係 instead of 咁樣耷低頭咧，淨係坐直得噶啦。但係就要做呢個咧向前推嘅動作，向前推。咁我哋可以咧重複咧就做10下嘅。嗱，試下咯噃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個幾攰嘅，因為咧真係要咧嗰個嘅前腳肌咧要用力去推，咁但係咧係幾好嘅。